自己的生命之外，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这个属灵大家庭富强教会祷告，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一个神恩典出口，让我们的教会成一个宣教的教会，让我们教会成一个敬拜赞美荣耀充满的教会，也让我们教会成一个彼此相爱有主爱彰显的教会。我们一起开口同心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在每次的聚会当中，在我们敬拜当中，主耶稣，你的恩典就充满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主，我们要谢谢你，主，我们的富强教会蒙你的恩典，蒙你的祝福。主，让我们的教会这么成是一个宣教的教会。在我们在年底当中，我们许多幸福小组，我们的许多的茶会，我们有许多的一个名人讲座，所以透过这些信息，主你的宝血进入在这些被死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的教会成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我们要同起来敬拜赞美。我们谢谢你的赞美，所以我们谢谢要赞美你，我们的教会要成一个宣教的教会，特别在这个年底当中，我们的幸福小组、名人讲座，我们还有许多的福音茶会。所以说，让这些恩典祝福就永流到这些被死的生命当中。所以说，我们要靠着你的能力释放你的恩典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的教会要成为敬拜赞美的教会，让我们每个敬拜的当中，你荣耀就充满在我们教会当中。当你荣耀充满的时候，我们的疾病、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忧伤、我们的困难就得到你的帮助跟激进。所以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相爱的教会，让我们在小组当中彼此兄弟姐妹的爱。所以我们谢谢你的主爱就彰显在里面。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教会献上我们感谢跟祝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起立，再来唱这首诗歌，预备了我们心领接主耶稣的祝福跟恩典。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自己。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进入你同在，领受你大爱，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耶稣，求主耶稣，你的恩典进到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中。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开启我心灵，得着我生命，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耶稣，求你进入我的心。在你至圣宝座前，我要献上满满的敬拜，哈利路亚！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病的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品尝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我们一起开口同心，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祷告，让神的恩典、神的话语就进到每个弟兄姐妹身上，让我们的座位就充满了主的爱，充满了主的医治。让我们特别的为我们的曾牧师、魏元传牧师来祷告，所以说恩膏他、圣洁他，透过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祝福他成为年轻人的那个祝福。我们一起开口同心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要赞美，叫我们的聚会要赞美，所以我们谢谢要赞美你。
哈利路亚！我们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你手中，愿我们今天成为一个荣耀的聚会，成为一个医治的聚会，成为一个安慰的聚会，成为领受的聚会。主耶稣，你的圣灵荣耀充满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将六群牧师仰望在你当中。主耶稣，我们谢谢要赞美你，求你恩膏他，恩膏他的口，让我们成为领受你的恩典，就让我们放心交托在神的当中，求你祝福他的生命成为你的国。我们要感谢赞美，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我们谢谢你，你保险持续到我们的来帮助我们祝福。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所有罪恶必得赦免，更新我生命，在你爱的宝血里面。领我到你宝血里面，领受丰盛奇妙恩典，更新我生命，在你
名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哈利路亚！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荣
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人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祝福，主你荣耀充满在我们的圣殿当中。主耶稣你是全能的神，你荣耀赞美充满在我们当中。最后说我们要谢谢你，要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全能的神，我们真的用我们的心高唱哈利路亚，将我们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一切的尊荣，配得一切我们所有的赞美。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今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当中，再一次经历到你的荣耀，经历到你的恩典。求主你的荣耀就此时降临在我们的圣殿当中，也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荣光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再一次领受你新的祝福、新的恩膏，以及新而又多丰盛属天的恩典。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也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的全能摆上，用我们的心来回应你，用我们的心来赞美你。这时候我们要一起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一同来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圣经记载在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21节。以赛亚书30章15节到21节，我们一同来念：至高的上主，以色列神圣的上帝，对他的子民说：回来吧，安心信靠我，我们就得安全。静静等待我，你们就有力量。但是你们不愿意，你们想用快马逃脱敌人的追赶。不错，你们必须逃亡。你们以为自己的马够快了，可是敌人的马比你们的更快。纵使你们有1000人，只要看见一个敌人，你们就奔逃；只要有5个敌人，你们就全军覆没了。你们的军队完了，只剩下山顶上孤零零的一支旗杆。但是上主还在等待，他对着要施恩给你们，你要怜悯你们，因为上主是公正的上帝，信靠他的人多么幸福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不要再哭泣了，上主是慈爱的，你们向他求援，他就答应。主要使你们的人的你们用不着寻找你们的教师。假如你们彷徨路上，偏左偏右，你们会听到背后有声音对你们说：“这是正路，走上去吧。”我们这时候请哲龙小组来献诗。
献诗完，我们请曾牧师为我们讲道。他今天的信息是信心交给神。信心是一个美好的礼物。
人生确实是一条信心的旅途，在人生当中，我们会经历高山，经历低谷，经历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许多我们所计划的，我们所安排的，或许一个灾难而来，或许一个困难而来，就打坏了我们原本所计划、我们人生所安排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信心的旅途上，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惧怕，我们可以安然地走过人生当中的每一个风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放心交给神。愿今天的分享，愿今天上帝的话语也成为我们的帮助，特别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旅途，遇见困难、遇见挑战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学习将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将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困难，放心交给神。特别大家在讲道结束之后，今天有医治祷告的时间，鼓励每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来到台前，来接受从神来的祝福，以及这些同工为你的祷告，邀请大家在讲道结束之后，就可以来到台前，一起为你祷告，求神的怜悯，求神的医治，求神的帮助，就进入到你的生命，进入到你的需要当中。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再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你。让我们在经过了1个礼拜之后，不论高山，不论是低谷，让我们每一个人仍然平安的来到你的面前，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敬拜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或许我们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遇见了某些的困难，遇见了某些难处的事情，但求主你在此时先暂时挪去这一切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打开，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求主你的祝福，你的恩膏就再一次进到我们的内心当中，使我们可以定睛在你的身上。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的以赛亚书30章第15到20节，在当时遇见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当时的犹大国，他们遇到了他们最大的敌人亚述帝国要来攻击他们。而当亚述帝国要来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慌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当时的国王叫做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旁边的大臣、旁边的谋士就建议他说：那为了抵御亚述帝国的入侵，那我们就去找埃及来结盟，请求埃及的协助，两边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一起抵抗这个从外来的亚述帝国。但是在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发出了一个呼吁。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们，在这样的困难，在这样的环境，在这样的大环境的变动当中，到底是要依靠上帝呢，还是要依靠军事的力量，还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以赛亚给他们选择。以赛亚也告诉他们，在困难、在挑战当中，哪一条才是真正该走的道路？对我们而言，这几年我们也遇见了非常大的困难、非常大的挑战。不论是在疫情的挑战，或者在经济上，在整个政治上，在整个我们外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敌人不断的威胁。甚至我们自己个人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许许多多的挑战。在这样的过程，我们到底都如何去经历神？我们到底都如何去看待这些在我们身旁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是寻求人的力量，寻求自己的力量，还是我们会去想，我要去依靠上帝的力量呢？今天透过以赛亚书30章15到21节，我们也再一次思考，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将这些事情放心的交给神？所以今天透过这个经文，有3点跟大家一起分享，也可以说是3个步骤，让我们学习如何放心的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一起交给他。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将我们的生命主权交还给神。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他说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我们刚所读的是刚思慧带我们读的是新译本，但这个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和合本。特别是前面那段经文，我们很常读到，也常常拿来做鼓励、安慰人家的话，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很常听到，很鼓励人、很安慰人的一句话。但事实上，这一句话完整的圣经节后面还有一句叫做“你们禁止不肯”，代表在原本先知在说这句话的背后，是在说有一群人不愿意这么做。他在告诉当时的犹大王也好，告诉当时的百姓一件事情：上帝告诉你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是得救归回安息，得力平静安稳。但是你们却不愿意，你们却不愿意做。你们说我不要。后面我们读的经文，他们说什么？他说：“哦，不要，我们要骑马奔走。哦，不要，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哦，不要，那个困难来了，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哦，那个上帝提了这个方法，哦，不要，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想办法解决。”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30章往前看一点，前面第1节开始到第14节的时候，前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在前面的时候，上帝已经透过先知在告诉犹大王，在提醒他，也告诉这些百姓。上帝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说：他们同盟，就是指犹大国这些人跟埃及。他说：你们同盟，可是却不由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起身下埃及去，也没有求问我。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接着讲完这句的时候，下一句先知继续告诉他们，跟他们说，投靠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接着先知又指出了另外一件事情，说他们对先见说，这些百姓对以赛亚对先知说，不要让我们看这些不吉利的事情，你不要触我们的眉头，你不要跟我们讲这些不好听的话。他们跟先知说什么？不要跟我们讲正直的话，不要骂我们，不要这么严厉嘛，说一些柔和的话，说一些我们爱听的话。所以他们这样告诉先知，上帝怎么回应？上帝说：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而且以此为可靠。其实，在更之前的经文前面，上帝已经透过先知来提醒他们了，但他们仍然是如此。他们说：“哦不，这个话太严厉了，上帝啊，你怎么跟我们讲这些话？怎么透过先知来告诉我们？哦，不要听。哦，上帝啊，我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跟别人结盟。”上帝说：“哦，那是无益的。哦，没关系。”对那些以色列人，对犹大王来说，他们认为法老的力量比上帝的能力更强。在困难中，他们反而觉得上帝不是可靠的对象。上帝原本的美意是带他们出埃及，但没想到他们却又回到进入埃及了。原本上帝的心意一开始带他们出埃及，让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建立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脱离原本困苦的环境。但此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却想走回头路，我要回到原本的埃及那个地方去。他们好像也没有觉得不对，甚至觉得这个才是最棒的方式，甚至他们觉得这才是最棒的，投靠埃及才是我们现在可以做的。我想有的时候回想我们的生命，或者是我们看看我们身旁的人，我们会发现我们确实，我们人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跟别人的连线，跟别人建立关系。我们跟别人建立关系了，跟别人开始连线了，开始壮大自己了，加添自己的能力，然后就开始觉得我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我可以靠自己的人脉，我靠自己的聪明，靠我自己过去的经验就好了。于是当开始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能力，就如同刚经文所说，那我要骑我自己的马奔走，我要骑我自己马骑走就好了。于是开始忙碌奔走，面对困难的茫然，反而又让人停不下来，一直追赶，一直追赶，一直追赶，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最后只是更累、
更空虚，甚至是一个非常让你的人生是空转的。上帝一开始告诉他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之不肯，要回去找埃及，回去到原本的地方。或许有时候我们也会如此啊，因为我已经决定了，上帝啊，我已经决定好了啊，不要问啊，上帝，你说的想法一定跟我的不一样，那我为什么要问呢？甚至觉得啊，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语，我觉得这个当时鼓励到我，我再使用就好了。哇，这个话我觉得好像在骂我，我这一句圣经我就不要看。会不会有时候我们当面对人生的这样的境遇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回应也是如此。神啊，我有自己的想法，神啊，我自己决定就好了。神啊，你的想法跟我想法不一样。会不会有时候我们也是落入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但是我们回头想，为什么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上帝了？为什么他们没有马上想说，对，过去是上帝帮助我们经历了这一切？我想这是人的本性。我想以色列当时他们的心情，你是觉得很恐惧、很害怕，敌人就来了，大军压境，好害怕。但接下来随之而来就是那个重担来了，好忧郁，该怎么办？接下来开始就产生了不信的心、怀疑的心。上帝，你真的要救我们吗？到最后，他们就觉得上帝不救我，算了，我们自己来。会不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的历程也会是经历这样的过程？一个困难临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恐惧，我们害怕，没错，因为可能没有遇过，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但随之而来就是重担、压力来了。时间一久，上帝啊，你真的要帮我吗？上帝啊，你真的在我生命当中有作为吗？最后还是我自己来吧。以色列人的生命，当时他们的抉择看似好像合情合理，但如果认真想，背后有非常多的情绪，甚至是有非常多他们夹杂个人的因素在里面，甚至到最后我们看见他们是放一个自我中心在里面，忘记上帝才是在他们生命当中真正掌权的。我想以色列人他们在面对强敌时的心态，似乎也反映我们到底是对上帝我们面对困难对上帝是倚靠，还是拒绝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也让我们好好去思考，当我们遇见一个挑战摆放在面前，我们到底第一个我们会做些什么？我想我们生命当中一定都，不管是我们的内心世界，或是外在的大环境，都有我们每天要去面对的，都有每天我们觉得好像喘不过气的，甚至觉得没有办法跨过的事情，一定都有。人生不可能永远都一帆风顺，不可能永远都是一直在高峰。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学习把这件事情先放下，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还给神，让心中充满是上帝的话，不是别人的，也不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也不是自己的。我们很常都会问别人，这个可以该怎么办？这个可以怎么办？可不可以帮帮我？告诉我该怎么办？我们常常会去找别人连线，找别人去寻求关系上的帮助，但我们却忘了更重要的是，不是在内心当中先充满别人的想法，充满自己的想法，而是回来想想，神啊，你要告诉我什么？神啊，你在我的心里，你放在我生命当中到底是什么？在诗篇147篇的第10到11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诗人如此说，他说上帝所喜悦的不是那个马的力量很大跑得快，或是人靠自己的力量在做事，他真正所喜爱的是人有一颗敬畏而且是盼望他的人。他喜悦的是一个愿意盼望他而且是敬畏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思考，我们到底都用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式在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困难，甚至是面对每一个不同的抉择。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学习放手，学习放下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直紧抓的事情。有时候当人执着不放，紧紧抓着的时候，就好像什么？
好像那个绳子上面的那个死结一样，解都解不开。你继续紧抓的时候，好像那个死结就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到最后那个绳子是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永远解不开，而且越来越缠，越绑越紧。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学习放下，求主真的帮助我们学习放下，将我们生命的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学习将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第一件让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当我们面对生命的主权的问题，面对生命困难的问题时，第一个，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还给神，把上帝当成上帝。第二个，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当我们学习将主权交还给神之后，我们学习归回安息，而且安静等候。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出去之后，我们也学习归回安息，而且安静的等候。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以赛亚书30章15节，我们很熟悉的经文：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如果我们刚刚所读的现代中文译本，它翻译的其实更准确一些。他说：“回来吧，安心信靠我，你们就得安全，镇静等待我，你们就有力量。”所以我们发现归回安息，或者是平静安稳，真正的意思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回转安静到上帝的面前，向他承认。神说：“神啊，我真的是需要你的帮助。”回到神的面前，告诉神：“神啊，我回到你的面前，安心的信靠你。神啊，我真的是软弱，需要你。”而平静安稳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神有完全的信靠，完全的交托，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一切都在上帝的带领之中。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还给神，把我们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安静的在他面前向神说：“神，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神，我真的没有办法。神，求你来帮助我。我也深深的信靠你，知道一切都在你的掌握当中。”其实，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在整个特别是犹大国的历史当中，他们遭受到非常多次敌人的攻击，遭受到非常多，不论是亚述帝国，或者是巴比伦帝国，或者是周遭的这些列国的攻击。在我们刚所读以赛亚书第30章之前，在西西家王之前，有一个王叫做亚哈斯。这个王同样也遇到了附近的人、附近的民族要来攻击他们。当时的亚兰王利逊跟北国的以色列联合要来攻击南国的犹大。于是这个时候，上帝又差派先知去告诉亚哈斯王。先知告诉亚哈斯王说什么？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为亚兰王利逊跟利玛利的儿子这2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但是最后先知又说了一句话，他说：告诉亚哈斯王，如果你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前面透过先知告诉亚哈斯王说什么？你要谨慎安静，虽然仇敌来了，敌人来了，但是你心里也不要害怕，不要胆怯。因为神应许一件事情，他们所谋划的事情、所计划的事情，定不能成就。但是最后先知也提醒他：你若心里不相信这件事情，你心里若不是回到上帝的面前安静下来，也没有办法立稳。但是我们看圣经最后结果，这个亚哈斯的选择，他想说：好吧，亚兰王跟以色列来攻击我，那我要找一个更厉害的。于是他去跟亚述帝国、亚述王联合，到最后确实亚述王帮助他了，但是他却失去了更多。他失去了国家的自主权，他必须进贡给亚述帝国，甚至亚述帝国也趁机把外邦的神明、外邦的神庙都放到了南国的犹大。敌人的侵扰没有变少，反而还变得越来越多。
先知提醒他谨慎安静。上帝有他的心意，回到那个当中去寻找，而且也知道上帝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中。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后面，我们刚刚看到西西家一开始想说啊，我要听大臣的话，跟埃及来联合，但没想到最后西西家王他的态度有非常大的改变。西西家王最后做了一件事情，他跟神祷告，而且他要百姓安静下来。西西家王要百姓安静下来，西西家王向神祷告。在以赛亚书37章9到11节这段的记载是，亚述王派使者去告诉西西家。亚述王派使者告诉西西家王说：“你们不要听你们的那个神啊，不要听你们说依靠那个神骗你们。我亚述帝国来了，你们还可以得救吗？不要听你们的神这样，你们神没办法救你们的，你们的神没有办法帮助你们的。”但是最后西西家做的决定是叫百姓安静下来，不受到外面仇敌的干扰，安静下来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最后的结果看到的是耶和华派出他的使者到亚述的军营当中，把整个亚述帝国他们派出来的军队所除灭了，保护了整个耶路撒冷里面的人。两个国王好像都经历差不多的事情，都经历到危难，经历到仇敌的攻击。先知也做出了差不多给他们的提醒，给他们的劝告，但最终两个不同的选择，造就了两个不同的结果。一个以为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想法，但最后却招来更多的敌人攻击。但另外一个，最后选择是安静下来，回到上帝的面前，最后得着上帝的拯救跟保护。我想，当我们的生命学习回到上帝里面得到安息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上帝要给我们的目标，看到上帝从上帝而来要给我们的力量，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生命当中的挑战，去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未知的每一件事情。或许我们可能会问说：那神啊，你说要回归安息，要平静安稳，但要等到什么时候？神，那困难一直在，但你叫我要回归安息，然后在那边等候啊，我要等多久？但其实事实上，神也在问我们一个问题：要等，神也在问说，要等多久，我们才会预备好我们的心？要等多久，我们才愿意回头去信靠他呢？刚我们所看的以赛亚书30章18节，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给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段经文提到，不是人等候，是耶和华也在等候。耶和华在等候什么？在等候我们预备好了没？我们有没有一个这样预备的心？有没有一个愿意回到他安息当中的这样的一颗心？现在宋一本也发现说，上主还在等待，他等着要施恩给你们。神一直在找机会，事实上他一直寻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把他所要赏赐的给我们。但同时，神也期盼我们有一颗等候，而且是愿意的心。神一直在期盼我们一颗等候、愿意的心。我想在现在快速的时代当中，我们什么都要求快，什么都要看到马上就可以知道结果。不知道问题，我们知道马上 Google 我们就知道答案了。很快，上网就可以知道你想要一切的事情。于是我们丧失那个等候的心，我们好像丧失那个等待的心，好像什么都马上要知道结果。但神告诉我们，回到他的当中去等待。而且是准备好有一颗期盼的心去等待。我想生命当中的危机，生命当中遇到的挑战，反正是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多找寻上帝的心意，回到他的里面，我们也学习安静，等候上帝的工作。我想这个才是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想内心当中，我们刚才说内心当中的安息，不是只是休息，就是哦神啊，那我知道了，困难我放下，那我就在那边休息，然后看你要做些什么工。事实上，真正的安息也不只是如此，也不是只是休息而已，而是要学习把自己的方法也放下来，学习把自己的工也放下来，回到上帝的里面找他的心。神啊，到底是哪一个？到底是什么是你要让我看见的？你的工作到底在什么地方要来成就？诗篇46篇第10节，诗人所说，他说：“你们要休息。”或者您看中文译本，他说：“你们要安静，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安静，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习调整我们的眼光，也相信主必带领我们。我们要学习调整我们的眼光，也相信主一定带领我们。最后我们所读的经文20到21节，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难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当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回转到里面的时候，接着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问神说：“神，在这些事上，你要让我学习什么功课？神啊，我回到你面前，我安静在你的里面。但神，在这些困难，在这些挑战当中，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有时候一些困难的遭遇，一些我们不如预期所发生的事情，反而让我们再一次正视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有一些发生的困难，我们可能甚至是我们不能预期的。但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去正视，甚至是去发掘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刚刚的经文说，虽然主他用艰难当饼，以困苦当水，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教师。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也来看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它告诉我们是不要紧闭我们的双眼啊。有时候当我们看到困难在前面的时候，我们就说你规起把就可以，眼睛闭起来啊，动这么快就没有看到了啊，这样就好了。把自己眼睛遮着，然后想说就看不到困难了。但却没想到，在困难的背后，那位教师，我们的神仍然就在那个地方。当我们选择把眼睛紧闭的时候，我不要看到困难，我不要看到这些挑战，我们可能就没有看见上帝要带领我们走的道路，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上帝要让我们所经历的。调整我们的眼光，不是一直紧闭，而是调整眼光，打开双眼，看看这个周遭，或许不是那么的如我们的意，或许真的这么的糟糕。但是看看在这个当中，我们要一起我们的生命要经历到什么？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也选择反身的回转。刚刚经文说，不论向左向右，不论往哪一个方向，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最害怕就是你眼睛闭上，所以你看不到路，所以你就乱走，走到什么地方去都不知道了。所以虽然你眼睛，但是当眼睛打开，虽然困难在眼前，但是你仍然可以看见神在哪里，你就可以选择回转，听见他的声音，跟着他走，走到那一条正路，走到那一条他所预备的道路当中。在旧约当中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先知叫以利亚。当这个以利亚他在山上跟巴力的450个先知在那边彰显神迹之后，可以说以利亚他的属灵的生命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峰，但没想到随之而来是王后听见他的巴力先知输给了这个以利亚，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我要派人去把这个以利亚给杀害，把他除灭掉。”所以这个经文，以利亚他就说：“糟糕，王后派人杀我了。”以利亚就赶快的逃跑。我们看到经文，他说以利亚他一个人跑到罗藤树下，最后他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样的一段话，居然是从一个刚从
山上，然后彰显神迹，然后胜过这些假先知的人生的口中所说出来的。原本他在一个属灵的高峰，在经历这么大的神迹，但接下来他所遇见的困难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情：紧走，赶快跑，跑得越远越好。而且坐来跟上帝说：“上帝啊，让我死一死吧！上帝啊，这个太困难了。”他就坐在那里等死。但这个经文19章的后面，上帝却用另外一个方法，让以利亚再一次听见到他的声音。如果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这样闭着眼睛跑，而且是不知道往哪里跑，然后就坐在那里的时候，好像真的就失了方向，好像真的就是眼睛一个闭起来，看不见方向的人。但是当那个声音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认真听？有没有再次的回转，跟着那个正路来继续的前行呢？我想神透过艰难告诉我们，也教导我们，听见上帝的声音，也再一次的学习看见我们的神在哪里。上帝没有应许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个非常平安或是平顺，每天都很开心的人生，并没有。人生还是有苦难，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但是他应许我们有一个可以胜过苦难，而且是得到平安的人生。在于我们在每一次遇到这些事情，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有一个演员在他得到奥斯卡奖的时候，他上台领奖，他第一句话他说的是：“我感谢我的父母给我一个很大的礼物，使我今天可以得奖。这个礼物是他们给我一个贫穷的童年。”当他下台的时候，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你会这么说？”也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你每次演戏都可以这么投入，要演什么角色都可以演得这么的像？”这个演员他说：“因为我生长在一个非常贫穷而且非常困难的一个家庭，但是这样的贫穷让他的人生有许多的体验。”他说他小时候7点的时候要去送报纸，然后再去上课。他知道什么叫苦难，什么叫做贫穷。他说任何的事情他都经验过了。这个演员如果他还是他小的时候，他把这些事情看作我就是我所遇到的困难，我就是很衰，我怎么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怎么是我遇到的？如果他是用这样的心态在看待他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件事情，我想也没有办法造就他最后可以上台领奖，而且还说出最大的礼物居然是一个贫穷的童年。会像我们的生命，特别是我们信仰的历程，我们也有办法像这个演员这样说出这样的话吗？回头看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神啊，最大的礼物是你给我，让我遇见困难的人生。神啊，你最大的礼物是让我在苦难当中经历到你给我的恩典，使我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对神说吗？神啊，谢谢你给我的苦难。神啊，谢谢你让我调整眼光，再一次正视我的生命。学习将自己的目光从自己的环境转向神，在一切的不舒服的背后，别忘记人有一个声音，人有一位神在我们的背后带领我们经历平安，以及经历他所预备的。真的求神帮助我们。我刚刚说我们生命，神没有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平安平顺，而且是永远处在高峰的人生。但求神帮助我们，神也最了解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功课，我们需要经历什么，才能够修剪我们的生命，雕塑我们的生命。神在困苦当中施恩惠给人，神在困苦当中帮助人调整他的眼光。我想跟随神的人也都需要经过磨练，经过调整，而最后经过磨练的人也会更认识神。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上帝的创造。我想在我们人生的计划当中，人生的经历当中，所经过的每一个时刻，
所遇见的每一个时刻，最终都是帮助我们的生命活出一个更美好、更丰盛的生命。而且这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要行的。透过今天的经文，真的是帮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也来反省我们的生命，是否我们真的特别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有没有学习真的放心交给神？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放手让神成就，接着等候让神来工作，最后转向让神来带领。放手让神来成就，等候让神来工作，而最后我们学习生命的转向、生命的调整，让神来带领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的人跟当时的以色列人好像真的也没有两样。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各式各样的文化、价值观、各式各样的变动，我们好像也常常用自己的方式在迎合这个世界，迎合这个世界的价值，迎合这个世界所要我们去做的。但是当我们用尽我们的一切努力，用尽我们一切的才能，用尽我们一切的地位、权势，或许可以得到这一些，但却可能跟上帝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安息，上帝所要给我们真正生命当中可以学习到的相差甚远。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在这样一个许许多多未知的年代当中，放手让神来工作吧，也学习等候，也学习转向，再次将焦点放到神的身上。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迎合世界，而是用神的心意去面对这个未知而且是充满挑战的世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只依靠自己，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力量够，我们都认为自己的能力够，以至于到最后却是满身伤痕，忘记了有这么一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带领我们，成为我们背后最大的帮助。求神再次调整我们的眼光，使我们可以转向与你对齐，对焦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可以跟随你的脚步，也帮助我们，虽然在这样艰难的环境当中，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或许有一些挑战困难，现在就摆放在我们眼前，但求神让我们可以听见你的声音，也在这样的难处当中学习主你所要让我们经历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时刻。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放心的将我们的一切交托给你，将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小事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你所要摆放美好的样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是一个医治祷告服事的时间，我们预备心。弟兄姐妹，刚刚热平牧师用主的话来勉励我们，我们有很多的计划，很多的方向，想要自己来办法，但是更大的是全心的交托，放心的交给神。这时候医治祷告也是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交托。我们等一下要唱一首诗歌，在唱诗歌的时候，邀请5楼是楼上的、楼下的，你要求神医治的，我们就走到前面来，也请我们的敬拜同工、我们的代祷团队，还有我们的长老身份的同工，预备来做一个服事。如果你爱的家人他生病没拿到当中的，你就代替他到前面来，我们一起做宣告的祷告，因为我们确信成事的不是我们，是上帝。
当我们同心祷告的时候，神就要成就神迹奇事，让我们的教会常常看见神的恩典。这时候，我们要请我们的敬拜团带我们唱这一首《医治恩典》。在唱诗歌的时候，大家不要客气，勇敢地走到前面来。我们也请服侍同工也跟着到前面来，我们要一起奉主的名来宣告主的医治临到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医治恩典》。大家不用客气，如果你亲人要受医治，也对到前面来，到前面排成一队，排成一队。感谢主，神的看重人的心意，看重我们的信心。我们要受服侍的排前面哈，那可以排开一点没关系。我们承认我们的过犯，也承认我们的罪，恳求你怜悯施恩典。服侍同工也可以来加入哈，长老、代祷团队还有小组长都可以来参与服侍的祷告，再开一点没关系啊。好，释放我的自由，当我寻求。服侍同工有在这里的可以加进。洗净我总罪，领受你的爱，领受你医治，释放我得自由。再一次释放我得自由，释放我的自由。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代祷团队的同工都可以奉主的名求主医治在我们当中。洗净我总罪，领受你的爱，领受你医治恩典。音乐继续，牧师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就要一起来同心祷告。第一个，我们到主面前来，我们要赞美神，因为神是大能的神，他是应许的神，他是医治的神。第二个，我们在主面前，就像这首诗歌讲的，我们要在主面前求主赦免我们的罪，也许是我们的软弱，也许我们的生活作息不正常啊，让我们的身体遇到病痛，我们心灵遇到许多的苦楚，我们求主释放，求主赦免，求主医治。然后我们弟兄姐妹在主面前宣告主的医治临到我。这个时候，我们请服侍同工要先做一个请前面的一个要受服侍的稍微简单了解你要祷告的内容。这个时候，我们要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也能起立，因为我们需要同心的祷告。请举起你的祝福的手，你本身也可以在座位上求神赐下医治祷告。我们开始来做这样的服侍，我们请同工开始来做服侍。哈利路亚，赞美主！举起你的手，祝福的手，宣告的手，求神赐下你的医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确信神要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我们就开始做服侍的祷告。有的需要第二位，有的需要第二位，我们就协助2个人一起祷告。有需要第二个的，我们请第二次为他们做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呼求。神啊，你是医治的神，你是赐能力的神，你是应许的神，你是平安的神，你是恩典的神。神啊，赐下医治在每一个在你面前恳求祷告的弟兄姐妹。哈利路亚，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平安的主在我们当中，医治的主在我们当中，圣灵的恩膏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奉你的名，求你赐下医治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有的要服侍第二个的，我们就可以移动位置，继续来做祷告。祷告完，你就安静在主面前说：主啊，求你垂听我的祷告，
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在座位上的同工，你也为你所认识的亲人，有病痛的，有心灵软弱的，有愁苦的，求主赐下恩典跟医治。感谢赞美。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你，神啊！请你赐下你的恩典、医治、服侍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赞美主！我们继续求主恩典医治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祷告，我们请同工一起来唱这一首《释放我的自由》，从副歌开始唱。释放我的自由，让我寻求你。我们座位上同工，你祷告完可以把你的手放在心上，领受你的爱，领受你医治。我们用这首诗歌来祷告，释放我的自由。释放我的自由，一起重新来唱，愿神的医治临到我们，洗净我重罪，领受你的爱，领受你医治恩典。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前面接受服事的，或是在座位上的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确信神的恩典临到你，神的医治要临到你。因为只要我们凭着信心同心的祷告，神就要应许我们，神就要将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也为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提名，为他们做祷告，牧师来做祝福的祷告。现在天父上帝，你是怜悯世人的，我们肉体是你所创造，但是我们活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饮食、空气、环境，都有一些让我们身体遇到病痛的一个因子。主啊，请你让我们所喝的水、所吃的食物、所吸的空气被你洁净，在我们身体不会产生影响。神啊，也许我们的体质，或是我们平时有不同的一个感染，遇到身体的病痛，我们求主赐下你的医治临到我们当中。无论是在讲台前面的，我们在座位上的，还有我们所关心的亲人，在家里敬仰的，神啊，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同意，只要你应许，主你的医治要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主啊，有的有遇到呼吸器官的毛病，我们有遇到循环器官，我们胸腔、胃肠内部的器官，还有我们的骨头的所有的关节，还有我们脑中所有的毛病。神啊，只要你应许，你要赐下医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所遇到的病痛身上。神的恩典，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你受鞭伤，我们就必得医治；你受苦，我们就必得平安。我们将每一个弟兄姐妹从诚心在你面前所祷告、所交托的，主啊，愿你亲自来成就。我们在周报上，我们有好多弟兄姐妹在医院受静养，在长期的静养，以及自己身体的病痛需要继续医治的，主啊，求你都一尽的应许。主，你看重我们的内心，我们用诚心实意在你面前，求你赐下你的平安、你的医治。奉你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凡诚心祷告，主你就应许我们祷告赐下，在医治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我们奉你名来宣告，主你的平安、主你的医治、你的恩典要临到弟兄姐妹身上。还有包括在线上所有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用拍手来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回座，请坐下。我们来接受，我们接下来我们做奉献，谢谢。这时候我们用感恩的心一起来奉献。
众起立来吟唱奉献的诗歌。会众请坐。这时候我们来攻读我们本月的金句，我们一同来念一次：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你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罗马书14章4节。我们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主日的主理是夏牧师，其他的不是同工，我们请留意。我们翻开周报的第4页，肢体交通。10月份定期小会定于今日第2堂礼拜后，于下午1点半在2楼的会议室召开会议，请小会员预备新参会，未能参加者请提出请假。第二，本会定于下主日10月30日举行松年主日暨重阳敬老会，会中将致赠70足岁，民国41年以前出生，涉及在本会或固定参与主日礼拜者，以上长辈敬老礼金以表敬意。敬老名单已于上主日刊登于周报，今日将更新名单贴于公布栏。若有名单遗漏的，我们请联络我们的办公室来做订正。第三，本周幸福小组进入第2时程。第7周尾声阶段，请为每位 Bester 能持续参与，并求圣灵动工，打开他们接受福音的心，能决志签受洗单。也请为各小组团队福音的勇士提名守望代祷，让每个分享的环节都有果效。以下有第2点跟第3点我们有时间的，我们自己来看。本会定于11月13号跟20号两主日举办2场的福音主日名人讲座，这是个很好传福音的好机会。我们请兄弟姐妹以祷告的心，邀请亲友、同事、同学，于这2个主日前来听讲，并求上帝动工，借由讲员的见证，来感动每位听众的心。我们第1堂的讲座请到的是沙运游命师母。第二个讲座是曹永山牧师。第5，本会前任的雅茹传道，定于11月12号礼拜六下午2点半，在台北中会淡水教会举行丰利牧师暨就任教育牧师受职感恩礼拜。我们恭喜许传道，也请为他典礼的筹备的一切进行的顺利，也为许传道在淡水教会的侍奉得力，荣神益人代祷。若有兄弟姐妹想要前往观礼，请于10月31号向我们的办公室来登记。
方便我们来回报人数。第六，本会定于12月11日主日举行圣餐跟洗礼式，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及青年及小儿洗礼者，用祷告的心，于11月27日前来完成报名，并于填写资料，并附上个人的照片，并于报名者来安排进行我们的学道班受洗的课程。第7点，本会定于12月24号礼拜六晚上6点，在来归仁大饭店举行全教会圣餐联合庆祝及圣诞欢庆爱餐。我们鼓励兄弟教会的兄姐预备心来参加，并报名参加餐会。以下我们有2、3、4点的一个报告，我们自己来详细的来阅读。第8，影音团队的报告，他们有针对影音的一个教育训练，我们欢迎有义爱的志工来报名参加受训。其他消息有3点有需要的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来看第6页，肢体交通有教育装备哀伤陪伴，还有主日查经班。我们来看松联团契的消息，有松联团契主日学，还有保罗牧区、基甸牧区，还有提摩奈牧区。我们来关怀代祷，我们常常为了我们台湾的内政跟外交，以及我们国家复兴来守望祷告，为我们的本会的事工福音的国度，以及我们以下一些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在敬仰中寻求医治的，我们为他们来提名代祷。我们翻开第8页、第9页，是我们上周的奉献如果有出入的来向我们的会计人员来更正。我们请夏牧师来为我们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先来欢迎介绍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有一位叫陈淑芬姐妹在我们当中，请起来。那我们拍手欢迎你，好不好？好，淑芬姐妹，我们送一个小礼物，那你做纪念。淑芬姐妹呢，她住归仁哈，她也是基督徒了哈，她是我们王淑慧姐妹、Coco 姐妹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做礼拜，欢迎你哈，欢迎你常常来到我们当中。那刚刚我们的诗会维稳执事已经做基本的报告，有几件需要弟兄姐妹配合的，牧师再做一点强调哈。第一个就是有关松联主日的这个敬老会，我们是依据我们的教会会籍，有会籍在我们当中，而且如果是慕道友或是会籍在别的教会，但是持续在教会聚会的，我们下个礼拜有名单哈就按照名单来赠送一个礼金。但是其他的，如果说临时来到我们当中，只要是70岁以上的，我们会送一个小礼物，因为没有办法预备礼金的，就小礼物来赠送哈。那名单呢，上个礼拜已经公布一次了，这一次我们就节省篇幅哈，有贴在我们楼下的公布栏哈，公布栏，请大家特别是长辈，我们帮忙他看一下，你的长辈有没有名单在里面，或是几岁的有这个出入的，请帮忙哈。那刚刚有提到我们的福音主日名人讲座要在13号，11月13跟20举行。那这个不是一个消息，弟兄姐妹来听而已，希望你能够带你的朋友来所以不是说临时邀请明天有什么要不要来，现在就要为他祷告，因为圣灵动工，这个传福音才会有效所以你就开始预备好你的好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同事、同学可以邀请他来。第一个是沙运游命师母，他又很会唱诗歌他是原住民，他有很好的一个生命历程的分享。
第二位就是曹永山牧师，他曾经是一个很资深的佛光山的高阶的同工，他竟然放下一切，重新回到神面前。他怎么样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邀请弟兄姐妹，特别是受到其他宗教影响被捆绑的，邀请他来听，得到释放。这好朋友、亲友都来哈。我们下礼拜会贴上那个图卡给大家参考，邀请。那再来就是有关我们12月24号要举行的全教会的圣诞联合大餐跟庆祝。那我们已经2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都有一点怕怕的哈。那我们发现说，疫情应该走到尾声了，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免疫或是安全了，所以我们要扩大举行哈。所以呢，我们要提早报名才能确定名单。所以弟兄姐妹，只要是小组的、团契的，你就向你的小组长报名，而且要把家人参加的名单都列上去哈。但是不要重复报名，比如说你参加好几个单位，这个也报，那个也报，你一个人要吃几次没有用只有1次所以我们在12月左右再交钱也可以，但是呢，你要先交都没问题我们的会籍的会友有占位置的就是400块我们一桌800，所以教会补助那你有好朋友，我们只要30桌满了就开放了，你的亲人、你的 best。你的邻居，你想要邀请他来一起分享这个喜乐就为他报名，但是一个人要交600块所以有一点区隔了这样比较公平一点。那我们可开始预备心了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时刻。那另外有关交通方面，我们弟兄姐妹尽量能够车辆自己共乘，因为要到来归仁那边要过那个高铁的高架就到了，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大概有人在会比较方便，而且那一天礼拜6嘛，有时候会有塞车他们要提早出门如果你还有空位可以提供来帮忙载的，那你也可以登记一下说，比如说我这辆车我们家人有3个，还可以再载2个你们就可以登记一下我们希望都能够有交通的服务如果有需要帮忙的你也可以登记说我需要交通服务好不好？那再来就是有关流感的疫苗注射，我们在其他消息的第2点我们联络到了侯世玲医师，我们教会的侯医师，他的小儿科诊所要在11月20号上午10点半，等于是第1堂结束的时候，在我们的大厅来做一个流感疫苗的注射，免费，50岁以上免费如果弟兄姐妹，因为有的人等不及了，老早就去打完了，就没问题了因为我们要稍微确定一下人数，他们能够预备那个疫苗嘛？因为疫苗要预备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要打这个疫苗的，请登记登记一下看他们那一天要带多少疫苗来那一天来的时候记得要带健保卡健保卡。那还有我们今天下午的1点半有周末讲堂很好的一个分享要邀请东宁教会的同工来分享。这个关怀乐龄长辈的甘苦谈在3楼，我们请大家踊跃参加还有我们的这个理财有道也要开始报名了，月底就要进行了那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艺文消息来给大家报告就是我们的静怡姐小组长她所参与的 YMCA 合唱团成立20周年，要举办一个孟德尔松的以利亚神剧的演唱会这边有写说免费入场是没错啦，但是因为公家机构的场馆一定要有票，所以请到1楼办公室锁票进场，锁票免费进场，或是免费锁票进场，但是你不要空手进去这个是一个他们的规定。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国乐台语歌剧，在这个第8页的第3点是台语说长花开我们喜欢吃那个葱蒜的葱原来是在讲什么呢？就是在介绍出名的马偕医师的太太，是本地人，在五股的本地人，她嫁给了马偕医师整个身份大改变。她不只会说英语，她竟然跟她的先生回到加拿大用英文演讲，比蒋夫人还早所以把她
定位说他第一个用英文发表演讲的啊，就是这个张聪明，他的就是马偕医师哈，把他原来台语讲长啊，把它改名叫聪明，所以叫做张聪明哈。而且哈，他还是台湾人呢，有记录当中哦，第一个环游世界的，因为他跟他的先生哦，从太平洋搭船到加拿大，然后再从大西洋绕一圈回到台湾。你看，在100年前就完成了这个任务，真的很不简单啊！他这个台北的国乐团，他把它编了一个很棒的歌剧，用台语演唱哦，有字幕啊。我们就鼓励说，我们各小组，你如果我们跟那个，特别是11月6号下午哈，刚好可以礼拜完结束了，可以用一个室外活动哈，大家一起要去参加。不过这个要票，而且要买票。但是他们主办单位说，这个是跟教会有关的戏剧啊，如果大家有兴趣，他们要7折优待啊。如果你有这个需要，或是揪团去参加的，你看办公室登记，我们帮你来订票哈那有一个海报在我们的这个公布栏那边哈，鼓励大家前往参加，或是把消息分享给高雄的朋友，因为要在卫武营了哈，不在我们台南哈期待大家一起来享受这个非常棒的国乐台语歌剧哈补充到这边哈，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来做结束。我们一同起立来唱颂咏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这时候，我们请郑牧师为我们祝福祷告。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扶持与相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